最強抗環救星海參加薑黃素。海參抗頑疾嘅有效成分嚟自海參獨有嘅海參皂苷，有效抑制異細胞同舒緩副作用。而薑黃入邊嘅薑黃素有助增強免疫力、抗氧化、減低復發。唔通餐餐都要海參煲薑黃啊？立威海參薑黃素一攻一守，含有本港權威大學科研證實，抑制異細胞率超過90%嘅立威全天然海參皂苷，超過100篇臨床研究證實 Curcumin C3 Complex 95% 高濃度薑黃素專利配方嘅健康功效，有效增強免疫力、抗氧化，有埋 GMP 認證，確保品質安全。每日食一次，有助抑制異細胞，舒緩療程不適，減低復發，幫你戰勝頑疾。大學科研。香港製造，仲有佢哋食過都話好，快啲落單啦！首次購物並訂閱養生資訊即減50%。